布拉格 Airbnb 开箱，一起看看吧。双人床很大，可是很软，我喜欢硬一点的，太软我会腰酸背痛。但这边风景很好看，它会有独立的卫浴，有时候也是会听到楼下在讲话了，但是也没有到很吵。价格可以参考这边，我自己觉得在布拉格来讲是不错的价格。这边没有城市税，你在网上付了多少就是多少，平均一晚2700台币，我觉得不错。搭车到火车站20分钟，走路半小时就可以到。中途你还会经过布拉格一定要看的日落点，在那边喝啤酒看日落超 chill 的。比起市中心的百貨，我要推薦 OC Flora， 它在民宿的另外一邊，重點是廁所不用錢，吃的也比較便宜。回到廁所那邊有超多備品的，房東人真的很好。講下廣東話先。其實呢度有隻大狗嘅，係好乖嘅，只不過你驚嘅話就唔好訂呢間啦。右邊係個好撚雜同好撚亂嘅洗衣房，左邊就係房東自己嘅房啦。我冇睇過，唔知咩樣。廚房就咩都可以用，但啲碗碟一定要洗乾淨咯，因為佢隻狗咧都會舐呢啲碗碟㗎，所以一定要洗啊。我仲要係臨走前一日我先發現，唔好鬧我啊！我愛狗嘅，我愛狗嘅。客廳就冇電視嘅，但係你間房有咯，佢有埋 account 嘅，唔使擔心。我喺嗰度瘋狂煲劇，嗱呢邊都好靚，我哋嚟睇下啦。呢條樓下行2步到輕鐵，跟住行多一陣就到巴士站，其實都 OK 嘅。房東又介紹咗好多靚嘅 cafe 俾我，不過我去咗食越南嘢。房東係 life coach，佢夜晚係會做 live 嘅喺 TikTok 度，所以有啲嘈。不過你同佢講你要瞓覺咧，佢就會唔會咁嘈咯。呢度嘅 lobby 都幾搞笑嘅，佢有 lift 嘅，但係有燈要冇咯，因為我哋點都要行樓梯，一係就行上半層，一係就行落半層，所以都幾雞肋下。呢度有習慣夜晚熄晒燈啦，搭呢個 lift 咧係好恐怖，真係好恐怖，嚇到我仆街。一定有燈嘅，但係揾唔到咯。1分錢1分貨，4 over 5 OK 啦。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